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侯宇修，派伫台湾3年，就要卸任了。伊特别拍影片，甲台湾人相识，全程拢讲台语。哇，伊的台语是讲甲真好势。时间过了真紧。你即摆看到这位用台语讲话，我已经来高雄工作3档啊。是一个外国人，但是台语讲了真好。伊是欧宇修，2017年来台湾担任 AIT 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长。这3档我有去过足侪所在。特别卸任职务的伊，豆豆分享伊捌行过南台湾的景点。看到园区、嘉义公园、孔子庙、奇美博物馆。嘉义到台南一路高雄、屏东、台东、澎湖，景点用台语念。伊内岛、永春半岛、鹿野、七美。台湾的风俗嘛可以袂到。书来宝，处年行大运。欧宇修外交的资历真丰富，会晓讲日语和中文，知影要来台湾服务，马上去报名语言班，较接练台语咧，就是希望和台湾人较接近咧。连我那个蹩脚的台语也可以啊，可以，他们可以向你是更敞开心扉的。我会足想你呢，再会。感性的道别，拖伊的行李箱，准备要离开台湾。3年的时间，台语讲了真练得，南部的乡亲嘛真支持伊，期待未来有缘再相会。